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0篇，箴言第1章20节到33节，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智慧者的关系。基督徒应该爱追求智慧。因为咱应该爱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始。反倒转来讲，上帝的救恩也透过先知来宣讲，透过耶稣基督甲门徒来宣传，就是咱讲所谓的传福音。箴言第1章20节。靠大声叫，伫市场靠大声地喊，伫闹热的街路头大声地叫，伫城门口大声讲。戆直的人爱戆直要偌久？藐视知识的人爱藐视知识要偌久？愚戆的人也善知识要偌久？我责备恁，恁若听叹，我要对恁吐露我的心意，互恁明白我的话。我叫恁毋听，我邀请无人反应。恁无看我一切的劝勉，毋肯接受我的责备，所以恁拄着患难，我要冷笑；恁拄着惊吓，我要啼笑。当惊吓亲像狂风吹来，灾厄亲像广个风扫来，患难痛苦临到恁，迄时恁要求叫我，我毋听，迫切找我，找袂着，因为恁也善知识，无爱敬畏上主，毋听我的苦劝解，藐视我的责备，所以恁会食家己所种的歹果子，家己计步的歹果食甲饱个野。戆直的人会互家己的固执害死，愚戆的人会因为自满至到灭无。毋顾听叹我的话的人安稳行在，免惊灾厄，享受平安。智慧的呼叫的意思是咧表达上帝迄种的怜悯甲慈爱。因为上帝主动的喊话，才会无属伫伊的人来归属伫伊，就好那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迄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伊讲我来是要来召罪人，毋是要来召义人。上帝的恩典是白白来赏赐，也是主动的。所以所罗门来讲，我责备恁，恁若听叹，我要对恁透露我的心意，互恁明白我的话。不过咧，我叫恁毋听，我邀请无人反应。恁无看我一切的劝勉，毋肯接受我的责备。这是人甲上帝的关系啊！如果咱无要爱回应，毋愿意回头，就甲上帝无有什么关系。这就是得罪上帝，就是离开救恩远远，就是遐会诚做愚戆的人。咱经常会提醒基督徒，
因为呢，基督徒必须爱维持两个层面的关系。第一个是甲上帝的关系，另外一个就是甲人的关系。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应该着爱追求属天的智慧，正做迄个智慧者。就是讲，亲像箴言所讲的，咱需要努力去维持甲上帝的关系。但是这犹原还阁无够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的诫命中间提到第二个诫命，伊讲甲第一个同款重要，就是疼人亲像家己。这就是属于上帝智慧者应该爱有的好的关系啦吼。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安尼甲咱讲，毋通甲这个世界做朋友。标题是安尼，伊讲恁中间的斗争甲争执是对倒位来，兼毋是对恁其体中间不时的争执甲斗争的欲望来嘛？恁想要得到，得袂到，就要害人。恁欲望满满，毋过袂当满足，就争执斗争。恁袂为着所爱，恁袂得到所爱，因为无对上帝求。恁祈求，毋过得袂到，因为恁的动机毋好，所求的简单是要满足家己的快乐。恁这个毋信的人啊，兼毋知甲世界做朋友，就是甲上帝作对。圣经讲，上帝深深意爱伊藏伫咱内面的心。恁想圣经所写即句话无意思是无？不过上帝使咱的恩典更较大。因为安尼，圣经有讲，上帝对得骄傲的人施恩予谦卑的人，所以恁着顺服上帝，反抗魔鬼，魔鬼就会逃走离开恁；着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会亲近恁。做人啊，恁着洗恁的手。无定着的人啊，着洁净恁的心，着悲伤、哀痛、低哭，着互恁的快乐变成做悲哀，欢喜变成做忧愁，着伫主的面前谦卑，伊就会甲恁高升。基督徒的信仰是甲世界同行。但基督徒却袂当甲世界同流，这毋是啥物奇怪的学问啦吼。而且咧讲前后的世界，其实有无同款的意思。头前咧讲的世界是好若亲像耶稣所讲遐个破病的人，是非基督徒。是罪人，也代表着咱世间人实际生活的所在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伊需要道成肉身的原因。后面的世界所指的是迄种背离上帝的这种世界的歹所行，属于愚妄人的生活。基督徒无应该爱对这个世界来行，基督徒应当用上帝的智慧来判断，来过一个甲上帝有正确佮亲密的关系，甲人有好的关系的迄种生活。诗篇110篇，上主甲伊竞选的王。主对我的主讲：你坐伫我的正边，
定候我，互你的对敌做你的脚踮。上主要互你对色安伸出权能的管，你着伫对敌的中间掌权。你出征的日，人民会甘心做兵。你的壮丁会亲像早起时的露水结合，来圣山军队里。上主有入世，一定袂后悔。讲，照未记洗敌的办处，你永远做祭司。主伫你的正平，伊受气的日，会拍败列王。伊要审判万国，拍败因的首领，互神死遍满全地。王要啉路边的溪水，重新得到快乐，百战百胜。恳求主赏赐阮有智慧，互阮伫生活中间会通甲你维持好佮亲密的关系，也甲人有好的关系，活出见证，无甲这个世界同流，并且会通有好的见证，迎神益人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